据中国官网天山网报道，哈密至郑州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7年累计外输电量超2座三峡电站年发电量。资料显示，三峡电站2020全年发电量为1118亿千瓦时，这意味着哈密至郑州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7年来将电外送总输电量比2座三峡电站2020年度的发电量还要多。哈密至郑州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于2014年1月27日投入运行。电力输送端的起点在哈密市伊州区湖南乡国家电网新疆检修公司天山换流站，输电距离全长2192公里。据了解，2372.419亿千瓦时的外输电量可以让中国中部地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9亿吨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0万吨以上。5月27日，英国议会在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种族灭绝，并呼吁英国政府起诉和惩处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国官员。英国议会在今年4月22日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种族灭绝后，首次就种族灭绝的肇事者进行辩论。会上，参议员大卫·奥尔顿勋爵批评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质问政府为何还没有惩罚东突厥散中国委员会书记陈全国。奥尔顿说，很奇怪，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成为目标，但前西藏党委书记、现任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没有受到惩罚。参议员约翰·布朗勋爵批评政府的立场，即种族灭绝决定应由法院作出，并表示，如果俄罗斯和中国拒绝，你不能要求法院做出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院会审理此案。据报道，4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海岸警卫队船只进入有争议的东海尖阁诸岛周围的日本领海。据冲绳省那霸地区海警第11区司令部称，中方船只侵犯了日本领海。据报道，昨天凌晨3点左右，在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附近航行的2艘船接近该地区钓鱼岛120公里处。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有2艘中国船只抵达该地区，并与其他巡逻船只一起。据公共广播机构 NHK 报道，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今年第18次在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附近进入日本领海。乌拉圭公共卫生部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接种第2剂中国科兴疫苗14天后，可以减少57%的新冠感染病例。根据这份报告，在完成2剂科兴疫苗接种的712716人中，有5360人在接种第2剂疫苗14天后，病毒检测呈阳性。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疫苗有效性的下限定为50%。此前，智利的研究表明，接种2剂科兴疫苗后有67%的有效性。在乌拉圭卫生部编写的报告中，对接种2剂新冠病毒疫苗的86.2万人数据进行了检查。据悉，该国71.2万人接种了科兴疫苗，15万人接种了辉瑞 BioNTech 疫苗。上述数据表示，在接种第2剂科兴疫苗14天后，可以减少57%的感染病例、95%的重症病例以及97%的死亡病例。据中国媒体报道，因技术原因2度推迟发射后，中国当局于5月29日晚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天舟2号货运飞船。报道说，14吨重长征7号遥3运载火箭搭载天舟2号货运飞船从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搭载天舟2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3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约604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天舟2号是中国太空站关键技术见证和建造阶段首飞的货运飞船，携带注入消耗品、航外太空服、平台物资等，准备和在轨运行的天河核心舱交会对接。